主同在的動力。使徒行傳11章21節，主與他們同在，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。當日因為司提反嘅事遭到逼迫四散嘅門徒，佢哋並唔灰心喪膽，反而將主嘅道傳揚喺外邦人之中，直到安提阿。雖然就着佢哋原先所掌握嘅屬靈知識，乃係福音只傳俾神嘅選民猶太人嘅，但係主就用佢嘅同在同埋祝福嚟印證神嘅心意，藉住聖靈嘅引導同埋引證，令到救恩嘅福臨到去外邦人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喺跟從主嘅路上，神嘅同在實在係太重要啦。我哋應該睇重咁樣嘅祝福。雖然就住客觀嘅事實，我哋一信主之後就得着神嘅同在、聖靈嘅內住，但係就住主觀嘅經歷，我哋嘅心如果係遠離主、偏離神嘅旨意而行，就必定會失去神嘅同在啦。喺經歷中，神嘅同在總係帶嚟生命、平安、喜樂同埋祝福。失去神嘅同在，自然係不安、憂愁、軟弱，以致缺少祝福嘅。因為離開咗佢，我哋就唔能夠做乜嘢啦。親愛嘅弟兄姊妹們，喺今日嘅生活同埋侍奉中，係咪常有主嘅同在呢？你渴望佢嘅同在嗎？定係遠離主，我行我素，憑住自己嘅能力才幹嚟生活呢？你如果愛慕神嘅同在，就必須經常咁去親近神，倒空自己，過分別為聖嘅生活，又應該牢記主喺馬太福音28章19、20節嘅使命。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殷勤傳揚主嘅福音，就必定多經歷主嘅同在，必定多享受因為主嘅同在所帶嚟嘅祝福同埋喜樂。親愛嘅主，感謝你應許經常同我哋同在。願你聖靈經常喺我哋嘅心中動工，教導我哋時刻倒空自己，親近你，令到我哋嘅生活嘅每一刻都能夠經歷你所賜嘅平安同埋喜樂，並且有勇氣同埋熱忱喺你嘅同在中去分享福音嘅祝福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